新加坡政府在办代志更有效率，法律嘛真严。讲起来是一个真现代化的国家。不过就安那册来讲，这款20世纪新时代的文化，煞真保守咧管制，而且安那册的创作拢未进步，无法度大步向前行。不过，伫1990年，是个少年家创作出来的安那道 Mr. 假书，煞欠打量袂牢。这个铁五棍仔头，我一支人听目镜，先参加天主时新加坡的少年人真小像的 Mr. 假书，会使讲甲新加坡百款的生活，拢表现甲真趣味，嘛真实在。尤其甲言语掺和了话透露出来的迄款话，互人看了生涩又够趣味。Mr. 假书人办无好，一方面连推推。如果迄款假书的个性，确实是新加坡人的特色，就是假书未堪特殊，而且拼细做不难做，互人看了会真感动。为这部安那册的廖夏忠捌来台湾访问，1990年9月，伊拄26岁，甲3个朋友斗阵出这本原理的安那册 Mr. 假书，1万年也都未出版外本，做一个都安尼穿起来。4当来，这部安那道毋但单那安那册有小娘娘，连用 Mr. 假书做马骨的食米、佚佗米啊，文具甲日用品嘛真时定。还阁有一半 CD 嘛拢当地穿，这阵啊阁拍算要阁加拍做电影咧。这个假书地位创打一噗噗，连日本有名的新闻嘛拼来要采访。现主时你若去新加坡佚佗，行到倒位拢嘛看会到 Mr. 假书的身影。Mr. 假书的销路会遮好，拢嘛是安那册的读者在加捧场。18岁到44岁拢有赞写的，尤其是15、16岁的少年家上介侪。上介笑话的，就是这个商品后壁拢有附假书特盒，用英语、字体甲字体印的。这个话嘛印伫来新加坡观光的人客会买回去的纪念品面顶。Mr. 假书就安尼食做新加坡精神的代表。廖夏忠讲，这个 Mr. 假书拄出世的时，伊有找出版社看要出版无，不过拢碰壁。尾啊，因4个朋友一人出3000，惨都安尼甲印出来卖，想袂到 Mr. 假书才有人用。变做新加坡头一个受欢迎的安那册。廖夏忠开帖成功的原因，讲 Mr. 假书就是新加坡人的代表，伊甲新加坡人的特色表现甲真笑亏，互人感觉真新鲜。Mr. 假书就是一般新加坡人思想的代表，伊甲把洋人的生活搬出来，互看了真感心。假书一定食做新加坡人的尾部啊！伊还阁有一个表小弟，号做假死。廖夏忠就假书有真古锥的解说，逐摆都要赢，逐项都要摕愈济愈好。干那有咧少，毋捌成，啥人都毋相信。我上大，我第一，我干那要安尼，干那要甲人讨，毋捌要互人。电饭免钱，较济嘛要摕，无步啊，才趁纳钱。讲实在的，假书是逐个人拢同款的镜头，毋但干那新加坡人的假书尔。Mr. 假书伫新加坡得到假书党的赞赏，廖夏忠毋茫人有机会 ，Mr. 假书嘛会通到国外，互世界的读者熟悉一下。唔知大家对伊的共款小路无？